自2025年1月初5，撒勒教会主日礼拜，大先咱来听读圣经历代志上卷28章20节到21节。大卫佮甲伊个囝所罗门讲：你着坚强勇敢去做，毋通惊，毋通软，因为主上帝，我的上帝，甲你同在。伊一定袂离开你，嘛袂放杀你，直到你完成上主圣殿的工程。你看，遐个祭司甲利未人伫上帝的圣殿服侍的职务已经分配好势，嘛有真侪功夫真好的师傅欢喜帮衬你，阁有真侪官长甲全体人民拢会听趁你的命令。大卫如令所罗门起圣殿，弟兄姊大家平安。伫几日前12月31日暗时，伫台湾真侪所在拢真热烈举办跨年晚会的活动。较热烈的所在，甚至伫活动前2-3天就有人去占位。虽然咱知每一天日子在过差别无大，毋过伫咱的心肝底、心里的感觉总是会认为讲，送旧迎新，跨越旧的一年，进入新的一年，有新的开始、新的计划、新的愿望，也进行遮个期待，落尾会通实现。咱伫今仔日读圣经、听讲道的进度是历代志上卷27章到28章，到29章结束就要进入历代志下卷。伫即几章是咧讲到大卫伫伊晚年的时阵，甲准备传位予所罗门，通讲是一个老王准备退休来换新的王接任。是一个旧的时代换新的时代的过渡时期，人民可能会毋甘大卫年老甲旧王时政要结束，毋过因也可能会对新王新时代充满着期待甲一寡变数的不安。其实对未来到底是好是歹？虽然至少会当预测，总是有了也无一定拢会准。变数嘛是会有，毋过做一个信主的人，咱会将一切交托予上主。历代志上卷27章到28章分段，第一小段伫27章1节到15节，则咧讲到着伦德的军官甲班员，大卫王的双臂军队总共分做12班，每一班有一个班长，伫这班有24000个班员，因需要全年照月轮班来服侍王。第二小段是27章12节到24节。则咧讲到管理以色列各支族的官长，大卫基本上也是照以色列原有的支族组织结构，加上地理分配来设管理的官员，亲像利未支族中间一般的利未人甲阿伦的子孙就分开。另外，伫地理上，马拉西分做2个半支派，就东马拉西支族甲西马拉西支族也甲分开。因是照各支族的首领，予因担任行政官长。伫遮也有记载一段插曲，就是大卫原底伊有意要点算全民的户口。结果这项代志得罪上帝，落尾无完成。这次点算，大卫伊也无统计
20岁以下的人口，因为大笔也相信上帝应允要加添以色列人亲像天顶的星遐济。第三段伫27章25节到31节，讲到遐个管理王室产业的主管。大笔的产业真济，有管理户口，其他差不多拢是甲农牧业有关。有管理耕作田园的，管理葡萄园的，管理酒池的，有管理橄榄树、酸菜树，也有管理橄榄油库，阁有管理平原的牛群、山谷的牛群，也有管理骆驼、管理羊群等等。这个无共的产业有专门的官员在负责。第四段伫27章30到34节，咧介绍大鼻王的主要近臣，也就是咱咧讲的内阁，有参谋兼书记，也有照顾王子的官，也有参谋、顾问，阁有军队的元帅。第五段讲到大笔入令爱起造圣殿，28章1到21节。大鼻王伊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要为着上主来起造安放约柜的圣殿。总是上主无允准，搁甲大笔定一个称作大笔之约的约定。大笔又召集以色列各支族的领袖，甲伊的正军官、各种产业的管理员，甲近臣来到耶路撒冷，主要就是爱因协助伊的王位继承人所罗门，甲伊做伙来治理国家以及起造圣殿。大笔也对所罗门勉励讲，是上主特别拣选所罗门来起造圣殿。关系圣殿的这一切设计蓝图，甲圣器的样式，也拢是上主亲身指示大笔写出来。大笔伊也有组织安排分配祭司甲利未人的侍奉班次，这个拢交代予所罗门。甲所罗门就爱坚强、勇敢去做，直到完成工程。另外，也有真好的师傅的团队，官长甲全体人民，因也欢欢喜喜要帮赞甲听探命令，来协助起造圣殿的工程。历代志上卷27章到28章。这对咱有甚种的教示？第一咧讲到昨日再造，同心共赢。大笔毋但建立大笔王朝，而且咱也看到伊伫宗教、政治、军事、音乐、艺术、建筑等等的领域，也拢有相当的成就。伊有统领、组织、管理、协调、分配等等的才华甲文书。伫宗教组织，伊有互这个祭司甲利未人来组织班次，轮值做服侍上帝的工。伫军事组织顶面，伊也轮调12个班次上备军，互因一个月当兵，11个月做一般的人民。国家甲民生也拢通兼顾。伊也运用原底12支族社会力量，互国家甲民族得到上强有力的运作。伊嘛分配王室的各种产业，互无共专人来管理。对遮尔庞大的组织来看，需要无论什么部门，这位权阶大细的官员，人民彼此互相会当配合、互相合作，
安尼才会当共同来创造同兴共荣共赢的新国家新时代。咱的教会虽然根据总会法规，咱有社会中执会、最后甲各团契基本的组织，毋过咱嘛会发现，伫小会也是中执会，有时阵咱也会根据时代变迁的需要，也是长老执事逐个人的运势无共来做调整，分配一寡新的职务，目的也是希望借着组织的再造。强化体质，也希望逐个人除了本分的工作以外，也当彼此配合合作，来创造同兴共荣的教会新复兴。当然，教会也毋是单单靠牧者甲中职，咱信徒兄弟也平平是教会的肢体，只有共同体运作会好势。整体教会才会哪健全甲复兴。这毋是新的理论，这是需要实践才会当看见好的见证。第二，咧讲到着上帝是主，咱只是管理者。特别伫历代志上卷28章第5节，则讲上主赏赐我真侪囝，伫我的囝儿中。竞选我的囝所罗门，坐上主的国的王位，治理以色列。伫即节有两个重点：第一，所罗门虽然是大卫传位，互伊做王，毋过大卫讲实际上是上帝竞选所罗门，互伊坐王位来治理以色列。第二小点伫遮咧讲到着，以色列是上主的国。所以，也只有上主才是真正的王，是主是国家的头家。若是王，也不过是上主的册用，受托来管理治理国家的。对这个角度来看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上主也是基督，就是咱的主。毋管是咱的国家、咱的社会。咱的教会、咱的事业、工作、家庭，甲咱所有的一切，也拢属于上帝，是上帝的。咱只不过是受托的管理者，是奴仆，是女婢。伫咱的位置，即份侍奉也拢是为着主来做，目的就是要荣光上主。若是安尼，咱就着谦卑来寻求主伫咱的心上，上主互咱伫一个职位，到底爱咱做甚物？甚物是上帝的心意？第三，伫遮讲上主我力，上主帮赞。大卫有做一个真伟大的愿望，就是希望会当为着上主起造圣殿。这个愿望上主有同意，只不过毋是伫大卫的手来起造，是爱到伊的囝所罗门的时，才通起造，才通完成。上帝欢喜接纳这个构想，上帝也亲自指示起造圣殿的设计图以及圣区的样式。上帝也兴起，除了大卫以外，也有祭司。利未人、官长、各支族的领袖，以及全体以色列人共同参与伫起造圣殿，大家斗阵出钱、出工、出力，协助所罗门完成圣殿整个建筑的大工程。这也是咧讲，既然出于上帝所欢喜的圣工，上帝也会感动人来奉献，甲参与直到工作完成，荣光上帝的名。当然，这也包括咱家己。咱若详细想、详细看，伫教会有真济的工，也是安尼一步一步完成的，较无欠缺，甚至有时阵也有剩。就亲像亚伯拉罕伊献以撒的时，
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就及时准备献祭的羊羔，诚做芳芳的祭。咱所做的，就是爱信靠上帝。当咱奉献咱所献的，做咱所着做的，其他就是交托予上帝。一个细汉囡仔奉献2块饼、5尾鱼，伫上帝的手中就诚多，会当饲饱5000人，阁有剩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的听，你互阮经过2024年进入2025年，伫即个第一主日，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，阮也将阮头前所想要做，也是主你爱阮做的交托，求你也来帮助，互阮来明白主你伫阮心上逐个人的即位所要成就的旨意是甚物？阮也感谢主，因为你是永活的上帝，你伫过去、现在、甲未来拢是活我的主。阮也将阮本身甲阮一切交托伫主你的手里。愿圣神引带带领阮头前的人生，献上基督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会行做，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，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。阿免。